岁已经袂少啊呢。啊，搁再吼，你即边留学倒转来，应该爱好好找一个好的对象，毋则对。袂用个搁再慢落去啊！搁再慢落，年岁超过你袂急，妈咪比你搁较急。是啦，报告大小姐，下官感觉董事长为了大小姐的终身大事，每工伫个烦恼，伫个操心。我希望大小姐莫辜负了董事长一片的心意。董总，下官在。我问你，我互你问，你是啥物身份？我是下官。我是小姐呢。我若讲不爱相亲，就是不爱。No，OK。婚姻敢是人生的难题咧？有人讲婚姻袂输咧跋筊，啊若跋赢就是有幸福，跋输就不幸。一个性情骄傲的大小姐蓉蓉，伊目头伤过头悬，条件伤过头济，免讲嘛嫁无红。No。大小姐莫就是讲我啦，我小等介绍这个，你绝对讲 OK。即马郑重要甲你介绍是一个真正有气魄，一个 gentleman。这个 gentleman 啊，介绍，我感觉恁两个一定足适合。大小姐，请等者，我叫你。妈咪 gentleman， 请 ，please。大小姐，请大小姐鉴定。你讲的就是这个？无唔对 ，gentleman。看卖。哇！连打。你做是安怎样？报告大小姐，伊这个只一把，这是好了一只夜干，唔是，是红台。红台啊，妈咪啊！见啦，见啦。妈咪啊！董总诶，下官在。你还讲想要食阮的头路无？绝对有想。迄个你敢有输亏心？迄绝对甲你无输过。妈咪啊！报告大小姐，下官已经甲你介绍真侪个gentleman，你拢无介意，无要紧。最后好一个，当你讲好酒甜红底，要甲你介绍一个风度翩翩，而且有气质，而且是一个真正的gentleman。是啥物人？小的下官我啦。是啊，你哦。你嘛莫遮骄，其实讲吼，你无伫个吼，人这青总的吼，伊安尼做人老实，啊，伫咱公司吼，逐项拢真认真拍拼，啊，伊的本性嘛袂歹，你甲看较详细咧，有影比其他看遐较好啦。Oh no， 妈咪啊，人无爱嫁啦。好，无爱嫁咱都莫嫁，留咧生利息，留咧生利息。请的啊，我都因为阮老爸伫这庄内做路麻，啊你甲我相亲都唔肯甲我，你实在是。你甲看，这个人呐，人缘都袂歹，为着因老爸是一个路麻，人若探听到，啥人敢嫁伊咧？啊，莫怪遮济岁，还阁娶无某。哈，邱处理你是着想了。哥，你慢慢安尼掠讲好无啦？你甲迄小姐吼，虽然说亲事讲无成啊，你无听你讲，失败为成功之母啊！我相信哦，后届一定会成功啦，放心吼。对，来，加一，莫急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老弟青山在，免惊无忙啊，通大。对啦，了地青山在，唔惊无出。哎，好啦，你规个用国语讲啦哈。讲，哎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人来采收。就是讲吼，这查某囡仔吼，这个为了咯满死啦，凊彩娶嘛娶有啊，对无？嘿啦，阮爸爸讲安尼就有道理，迄个哪有遗憾呐？阮学姐拢足水的呢，后摆哦，我再甲你介绍啦。好啊，你拢免甲我安慰啦，我知影啦，都是因为阮老爸吼不务正业啦，甲人做路麻路串啦，一世界交警直咧人欠啦，啊一世界跋啦，才会伊一个万通真万一个啊，害伊这个红红幼幼的囝儿，食到今年已经得要20岁啊。乘以2，要无人要嫁我。好啦，对，你莫对家己遐尔无信心啦，今日娶某某先，自我来决定，阮这小妹你看。哈？哦，恁这个讲话才能带这了？哦，伊咧讲话足先讲英语的。人英语有一句俗语讲，叫做 “No he he my good”，有气啊！哎呦，哦，兔呀，你黑白讲是讲啥啦？
歹势啦，咱是知影久哦，我拢甲你当做是我亲大兄共款呢。你无听人伫咧讲长兄为父啊？好吧。哎呦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搁再三八啊啦！钓死囡仔这，钓死囡仔这，恁小袂呢？安尼恁社会连几大哩啊？无大啊，朋友重义气啊！远方的朋友来闹落啊，提醒我小妹啊！拜托啊，讲话讲较好听咧，较死咧，我是咧讲笑啦，我咧讲，恁小妹，你当作我真正会安尼做哦？哼！我咧讲啊，我今日吼，要娶某某吼，煞怨到阮的老爸啦，我绝对要找阮老爸理论的，好好甲问看伊要改也唔改，若唔改，我这世人我会娶某某，我要来去做。唔正经，你要找我，找我要安怎？要理论啥？要改啥？要改你。